如宋云：或此人生宝，得摩尼难比。诸无远离人，岂不见空好？与殊胜上士，得王维难比。诸无恭敬者，岂不是等伴？求发心律仪，得官位难比。诸无悲心者，岂不见庖史？得虚不灌顶，转人位难比。诸无誓言者，其不图灌水？见心性本面，见诸佛难比。诸无精进者，岂不见迷乱？这样的侠门也并非是偶然或者侥幸获得，而是多生累劫中积极二种资粮，福德资粮、智慧资粮等的果报。大致指赵巴简称是吧？赵巴简称说，得下满人生，也有力强的，乃是积福果。虽然仅仅得到人生，但若无正法的光明，未信佛教者，恒时造恶业，则比恶趣众生更恶劣。如穆拉里巴尊者对猎人多吉公布说，本来佛所下满人生，珍贵极难得。这个下面说我看一下藏文里面本来佛所下满人生珍贵极难得，但看见像你这样的人，便觉得人生并没有什么珍贵难得的，如此没有比人更容易成为恶趣的坠石。如今无论行善或者造恶，都是自己做主。如宋云：此生行善即是解脱珠，此生造恶便是轮回毛，此生乃为善恶之奴仆。因此有往昔积来的不得力，如今获得了具有18种相满的人生。如果没有求得殊胜妙法精华，而在行求今生的衣食和世间八法中，无以空耗下满人生，临终时只能是手抓胸脯，追悔莫及，多么可惜！如菩萨行论云：以得此闲暇，我若不修善，除此便无惑，除此更无惑，除此更无耻。因此今生是决定永远行善或永远作恶的关键，所以我们应当思维，如果今生没有得到坚固地是吧？坚固的佛果，就是这样，佛陀果位的意思而来时也难于获得。如果如实闲下，如果转生到恶趣之中，则无有正法的光明，或者取舍之处，将
越来越向下堕入无边无际的恶趣中。如今应当精进，并且应以加行、发心、正行、无远、后行、回向三种殊胜事持，反复观修行持。好，这以上呢都是这些那个难得的方面，难得的比喻，难得的珍贵性，都讲到就是这个以上。然后下面呢，就是在我们既然已经获得这些这么殊胜难得的时候，我们所修持的法门都是必须的所修持的法都是必须的要如理如法的修持。那这一次得到这些怎么说呢？难得的这个下面人生呢，比起其他的很多，就是得到这个转轮王的那个王位啊，或者就是大官的位置啊等等，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任何办法比较的。所以这些前面的这些一切都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能够好好的思维，能够好好的思考，主要是想要自己圆满这些的时候，那我们就从课本里面的内容去学习的话，是不是做不到的事情？那不是，做得到的事情也是比较容易的，可以维持的。为什么说比较容易？本身之前没有的这些都可以圆满，之前不圆满的部分可以圆满。那偶尔有的时候就是有造业，就是犯错误，就是不对的，然后就是造业的部分又失去了这些条件的话，可以补回来，可以忏悔的。因为就是业障就是可以消除的如同就是说业障本身没有任何功德，但是它的唯一的功德就是可以消除。所以可以消除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就要好好的修持，而且我们要知道消除的方式要怎么忏悔，怎么去修持，怎么圆满我们的功德，怎么消除我们自己的罪业，这些都是我们知道了以后呢，就如实的去做的话，就是有同等的效果。那我们修持的过程当中呢，就前面所讲的，就三殊胜是非常重要，这里面也是所讲，因为三殊胜的部分后面也会出现的。今天就是不需要再做太多的这个三殊胜方面的这个揭示，因为后面会出现的。正心无怨正心无怨的殊胜然后就是那个谦信发信的殊胜，正心无怨的殊胜后心回向的殊胜，第三殊胜的施持。三殊胜的施持是在做任何的功德，在做任何的修持听课也好参加法会也好然后做布施也好，全部的时候都是需要的。这三个都不能没有。如果是有这三种怎么说呢殊胜摄持的任何一个法门，都是真正的变成去入正道的方式去入正道的方便。如果是没有这三个殊胜摄持的任何一个法门，都不会变成真正的这种去入正道。去入正道的意思是什么？解脱道的，真正的能够可以成佛的资源然后就是在实践的资源，因为实践的资源就相当于可以怎么说，就是有所有的功德，就是有两种的区别，就是有路的跟无路的。无路的功德就是能够可以成佛的功德有路的功德呢，就是会销毁的，就是相当就是在今天造了功德，你没有好好的回向，没有这三殊胜来施持的情况下，你一起烦恼心，一起贪嗔痴的时候，都会全部消失的。那么贪嗔痴本身不好，但也是难满所以必须得要功德度回向。回向完的功德，你就是起一个贪嗔痴的这种的一念的念头，或者是造业的这些一种行为，就不会把你全部的前面的所有的功德都销毁这是就是一切功德相当就是储存以能够可以获得菩提果位的一种方便的一个质量的方式。那如果是没有三殊胜的施持的情况下，你造的功德，造了多少的功德，你无意当中做了很大的功德，功德是有的，因为你造的因果是不会虚假的，它是真实的，有同等的功德。但是呢，你没有以方便施持。方便施持是什么？生
没有那个发性感正性、后性这3种殊胜来摄持的情况下，那就会消失的。因为众生的贪、嗔、痴是满满的，贪、嗔、痴、慢、疑5度的烦恼常常会产生。产生的时候呢，不但是当下造业，而且是在前面的所有的功德都会消失。为了不要让前面的功德消失，而且是能够可以忏悔的方法，就是前面的所有的功德都把它储存起来储存在哪里？功德海一切众生一切诸佛的功德海当中。那你的功德也是永远会存在，而且是会增加的。如果是没有回向、没有发心、没有正心这些殊胜摄持的情况下，你做的功德也许可能是会有一个福报，但也是得到的福报大的话，那就是下一次就是人天国位，那再下一世就不好说。然后小的话也是简单的利益，你去帮一个人，无意当中帮助一个人，他就是会帮你一下，也是一样这样的道理。那么就一次就没有了，就这样的。所以相当就是你今天造了怎么说呢？你就今天修的善没有回向的情况下，你再起一个贪心，起一个嗔恨心，或者是一种行为就没有了。所以就是我刚刚前面所讲的，会做得到，会很容易的原因是什么？业障是可以消除的造业就可以忏悔补回来的。所以这个方面是很重要的。不然的话，就是佛给我们说的一切条件，你做错了一件事，再也没有任何机会的，那就很难做嘛。但是我们有很大的可以空间，很大的空间可以再忏悔，可以修，重新修。但是忏悔的方式必须得要知道，而且是忏悔的利益也要知道。忏悔的时候具备什么条件，这也必须得要知道。不然的话，就每天忏悔，每天造业，每天忏悔，每天造业，那样的话也是没有用的。造业就要知道，就是一个人喝下了毒药一样的。当你喝毒药的时候，不知道这个是一个毒药，你喝下去以后才知道，那原来是毒药。那你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心？哇，那只会死。所以就是一定会就是不顾一切的去会找解药。找到解药，有些时候解药可以找得到，但是你以后再喝的话就没有办法救。那你那个时候就是你的回答是什么？没有说出话之前，你内心里面就不可能再会喝这种毒药。这一次找到毒药的话，找到解药的话，我再也不会喝这个毒药。不要说是喝，我就是碰都不会去碰。有这种的，自然而然从内心当中会有一个这种肯定的一个答案回答嘛，对不对？有这种想法嘛？我们造业以后要知道喝了毒药一样的那种恐惧，一定要知道，因为是什么？断除能够可以脱离的这个机会嘛，解脱的机会，断除解脱的机缘，所以一定要心生恐惧，而且是要有一种忏悔的心。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对忏悔的一个再也不去造业的一种这样的心是必须得要有，才是可以能够忏悔。哎呀，刚刚到哪里啊？如是修持，在自相续中升起，对暇满难得升起我这个定界的界限是怎么样的呢？像金额瓦格西一样，因为他从来不睡觉，唯修持善法，所以善知识总能把说金额瓦格西弟子呀，应当去除身体的疲劳，否则4大不调，身体会生病的。金额瓦格西说，身体健康固然好，但我一想到此暇满难得的事时候，就是相当就是我一想到暇满难得
这么的难得的时候，就觉得无有空闲休息。金乌瓦格西念诵了9亿遍的不动佛的信珠，一生中从来没有睡眠过，从未睡眠过。他的就是一生当中都是在修持，然后就是已经是念了9亿遍的那个不动佛的信珠。那么这个是一个，但除了这个以外，他肯定就是也是在一生当中都是修持，然后从来没有睡觉过，从来就是在没有躺也没有躺过，都是一直在坐着的。那就是很多的这个过去的很多上师修持者们都是这个样子的。我们的老上师如挂仁波切也是，在他在年轻的时候，就是在闭关这些过程当中，从来没有睡过的，就是在晚上也是只是这样，他睡觉也是这样的，坐着的睡觉的。然后到了在那个解放西藏的时候，他就是带去那个从我们祖亲那边带去德格，就是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一开始到了监狱里面，他就是要那个那边就是让他们都睡觉的时候，他那个时候要睡觉都是不习惯的，他都是他就给我们讲过，到了突然要睡觉的时候都是很不习惯的，就已经是这样坐着就习惯了。就这样，所以很多的修行者高僧大德们都是连就是那个睡觉这样的睡都是不会睡的。那么从这些角度来说，用我们从另一种医学的角度来说的话，那就是必须得要运动必须得要什么才是可以在那个对身体什么这些。那对于一个修行人来说的，真正的修行人来说的，这些都又是不存在的问题。不存在的问题，然后就是一直都是这样做着的时候，那很多现在从医学角度来说的，就一直盘腿的话，那肯定是膝盖肯定会不行，这种说法是不存在的。那么大多数的人是肯定存在的，但是有些的就是真正的修行，就像比如说刚刚我们看那个金额格西他们那种。那么一生当中都是没有睡觉过，那所以就是我们所讲的医学所讲的人的那个睡眠是最重要的，就没有睡眠的这种怎么说呢，那个实践的话，那就人的那个身体会生病的那些问题又不存在嘛，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可能信心的加持，然后他知道，因为知道人生无常感，知道闲慢人生的珍贵性的情况下，你就是一生投入在修行当中的话，时间是会有的相当就是在任何时间都是可以修持的，修持的情况下，那么一切都可以改变的。在相续中没有升起这样的定解之前，应当精进修持。精进修持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的精进修持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精进修持？一般生活，一般工作，那怎么修持呢？那我们就一般学习，一般思维，然后尽量的就身口意的去怎么说呢？那个亲近佛法，然后就要做布施、供养然后做义供那么在这些地方来说到城市里面的人们的那个生活好，然后就是算是有福报，但是又做修行方面来说到，也是有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福报。那我们就是想要做一个义供，都是没有什么好的对境，那就有些法会的时候可以做义供，那些来说的话，也是很多人就不觉得当做是什么有功德的，就相当就是去帮助一下中心，或者是帮忙一下上师，就是一种用帮忙的心去做，但也并不知道是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做义供，生苦役来真正的可以做点事情，为佛法能够可以为自己的解脱做点事情，做大礼拜做小礼拜都是可以的。那相当就在那个草生绕寺庙绕经堂绕那个佛经跟佛像，这些机会几乎来说的话，就是在大城市里面的人都几乎没有这些机会。曾经有我们的不是曾经我们那个在左清寺有一位活佛，他的一个亲戚在那个美国，那个活佛给我讲过，他的亲戚去来那个藏地的时候，
他们聊天的时候呢，就是那个亲戚曾经呢，就是也是从藏地走的，曾经从藏地去印度，然后后来从印度去那个美国，然后在那边到了美国的时候，他说什么都好，但是那个修持佛法的方面来说吧，那个环境又并不是很好。他就是每天要出去走一走，就想要绕一绕他或者什么都是根本没有什么机会。但可能他在的那个地方应该没有这些的那个机会，就像比如说台湾也没有嘛，就像这样的道理，或者很多的城市都一样，没有什么经堂可以绕，没有什么转经轮可以转，没有什么那个怎么说呢，寺庙可以朝圣嘛，都一样的道理。他是说他自己有一些那个那个怎么佛教圣物，像比如说那个佛塔、佛经啊，那个佛像啊这些，他有一天拿一些佛经去放在那个公园里面的一些那个树上面他就用什么东西包起来放在树上面，然后他就是在围着这个树绕，一直在跑步的形式绕。那但是呢，就是后来就是那边的人发现了，然后也是不让他放那个树上面，不让随便乱放东西。公园里面就像这样就是因为就是有心做这个功德，但也是没有这个机会嘛，对不对？对于他来说的话，当然从整体的佛的这种这个怎么说呢？佛学的角度来说的话，他没有绕可以这些怎么说呢？那个三宝所依的这种功德，他没有办法修，但是他可以做其他的功德。但是每一个众生的因缘不同，他自己对哪方面是有兴趣，这也是很不好说的。所以呢，就是这些很多的方面来说的话，能得到机会的方面，一定要就是很争取，一定要争取去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对，这边有时说那个应当精进修持，精进就是这个方面。那你们平常来说的话，就是在从实践法方面那么就是能够可以接触佛法，而且是从实践法方面就实践的这个那个执着能够可以断除的情况下，那当然在实践的生活也是一样的过，工作也是照样的工作，生活也是照样的生活。但是对工作跟生活方面放的心呢，稍微可以轻一点。而且是如果是不管是轻与重，必须得要知道，人生这一次的人生是为了解脱，要活下去，要这样去想。那这样的话，你的生活是有理由的，而且是有功德的。佛陀也是说，为了法要有身体，为了身体要有因持那么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但是除了这个比较那个平静的生活以外，再也不要去更多的贪那么这样如果是有更多的贪跟更多的执着的话，那么带来的都是麻烦，也是会造业，也是没有办法解脱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修行者，要作为一个合格的修行者的话，无论是什么样子的环境都没有关系的。你是一个大富人家的，就是你有很多的金钱，或者你过的所有的生活都是高端的生活，所以你不适合修行，那并不是这个样子的。但从实践的角度来说的话，好像在很多的这个一些佛教的团体的场面上来说的话，也是好像有些就是罢工的主必须要做在最高处的那些，只是完完全全就是实践的一种概念而已，并不是说是那个一定要什么样子的，因为这种反而呢就是更多的那种执着。所以要知道，不管是什么样子的生活，都是能够可以修持佛法，就是根据自己能够可以在说这个怎么说呢居住的这个条件的一个方法去修，这是最重要的。那么在佛法里面的道理多，法门特别多，但是自己最适合的方面最适合的方法去修，这是最重要的。而且自己懂得了一个道理，往这个方面一定要努力。很多道理人家说起来的时候，你也不要以为说这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不是真的，这些都不用去想。因为佛法的法门特别多，根据众生每一个众生的不同的根器而说出来的很多的方法。那么这一切的方法不是你一个人都全部要知道，而且你懂了一个方法以后，是不是再也没有其他的方法？那也不是。所以必须得要知道，我不需要懂所有的方法，但是我是一个传承里面就好好的修持
知道我自己一生当中的功课的方法就可以。那其他的有一些的那个这样书生那样书生，这些是不是假的？也不是，都有很多的方法，很多方面的方法。因为根据众生不同的根基，有各种各样的修持方式，有各种各样的那种修善方式，这些都是不同的。但是你知道你自己所做的所有的这个方法去做就可以了。布施、供养，然后义供，这些都是要做的。然后就做功课，然后发心，这些都非常重要的。好。谁得谁得闲暇然其是义法，谁入佛门，但与非法行。我与如我愚痴诸有情，获得贤满使意其加持。那么这个后面的这个事迹呢，就是虽然获得了怎么说呢？那个对，前面还有上面就是要提醒你们一下，这一次的这个人生呢，相当就是我们去善趣跟恶趣的。这一次的这个人生的时间是我们去善趣跟恶趣的关键的一个时间，相当一个可以决定权。那么这一次的人生呢，就是我们修善跟造业的，反正就是可以两用的一个工具。那么我们知道时间是这样的一个关键，所以我们就是要向善的方面去，要往解脱的道上走，能够可以得到解脱，或者是我向恶的方面去，往那个恶去，然后我们就是要怎么说呢？造业能够可以继续留在轮回这样的一个关键的时间，可以谁来决定？自己决定，时间是这样。那么这个人生的这个身体，我们这一次的下面人生的身体来说的话，修善也可以，当然造业也可以。生苦于所谓的我们的这个肉体来说的，就是行善跟造业的两用的，都可以两用的一个工具。那我们怎么去用，这是我们自己决定。那我们就是用这次的人生呢，可以造业。虽然你是一个那个学佛者，但是佛经里面你就在轻易的就可以造很多业，每天到晚去讲金刚道友的这个怎么说呢，不对的行为，或者什么就是嘲讽金刚道友，然后去怎么说呢，对三宝对三宝，所以对这个修行，对禅禅，对什么都怎么说呢，那个造业，就作为一个造业的对境，做一些不恭敬的事情，就马上可以下地狱。这一生当中其他什么都不用去做就马上下地狱。所以就是善趣跟恶趣的关键时间，而且是修善跟造业的关键的可以两用的一个这样的工具。所以怎么去使用，怎么决定，这完完全全就是自己所以这个必须得要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重要。虽然谁得闲暇，然却法是义法。所以我们虽然得到了下满人生，那么宝珠仁波切说到了一个课的最后就是有这么写4句这样的诗，然后就是虽然我们已经这一生当中得到了这个下满人生，但是真正的意义，下面人生的这个真意就是利益是什么？人生的这个真正的这个相当也是可以说是从我们的一个人生的一个价值观来看的话，我们作为一个佛教的修行者，一个佛弟子，你有了下面人生的一个佛弟子，你的人生的主要的这个利益是什么真正的修持佛法的，有修持佛法，有做了功德，这就是我们真正的意义。但是我们虽然得到了下面人生，但是真正的利益呢，我们就是很穷的，就很缺少的这个意思然后第二个，谁入佛门虽然入进了佛门，但怎么说呢？但于各种各样的一个行为，就是要
行持的都是非法的行为入进了佛门，但也是一个不做什么真正的一个佛门弟子所做的，就是身苦于三门清净的修持佛法，那也是就一直都是为了实践八方面忙，然后也是今天做一点点善事，也是为了今天的这个工作要顺利，健康要顺利等等这些各种各样的因素，只是为了实践八法的这些，那不是什么真正的修行人。那么做这些的人是不是入进佛门？当然是入佛门的人才会这样做，不然的话一般人来说到对这种信心都没有。一般的一个人来说到对这种一般的那种怎么说呢，那个为我的工作要做点佛法的事情都是不太会去想的，多多少少有点信心的人会做。这个里面来说到也是进入佛门的人才会想到。但是我们真正的就是作为一个修行者来说到，要知道这些也是实践八法，但这些实践八法又说回来，它就是可以转成为真正的有利益的方式工作顺利才是我修行也是会顺利，修行顺利才是最重要，我就是要解脱。有想到这个的话很好，生活不要有太多压力，不然的话我就没有办法修法。没有办法修法，我这一生当中那什么都没有。生活是只要修行才是最重要的，但是要修行是很重要，圆满修行的情况下，生活也是要顺利，身体也是健康，工作也是顺利，那很好的。这样想的话很好的，不会这样去想的话，修行放在以外，哎呀，生活要顺利，生活没有压力，然后工作要顺利，赚很多钱，就只有像这些的情况下，那就不对的。那就是没有以方便施持，所以就是真正的你只有会得到这些的利益，没有办法得到解脱的利益。所以就虽然已经进入了佛门，但是也是一切的行为就是好像不是佛教徒一样的行为。那还有后面就讲我于如我愚痴之有情巴智仁波齐讲的，他以他自己一样的愚痴的众生，那巴智仁波齐是不是很愚痴啊？那肯定不是，他是吉天菩萨的化身，而且是藏地整个的藏区呢，就是出了名的一个大学者，佛教的一个行持，就有成就的一个高僧大德。但是他为什么说我有我一样的众生？那么这就是一个。他呢，就是在引导我们都一起要修行。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这个里面我们课本里面所讲的我与我我们要理解，不是巴智仁波齐一样的人，是我一样的人，要这样去想。因为我是烦恼重重的，而且是很愚痴的，没有智慧的，不知道善是什么样子的功德造业是什么样子的罪过没有取舍这种怎么说呢？那个善跟恶的这种分别念的，像我跟我同等的所有的我的母亲有情众生这样想，然后获得下满10亿其加持，祈祷的对境是谁？所有的大圆满的传承上师。以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做一个祈祷获得下满10亿下满的真正的这个怎么说呢？利益，能够可以下满人生的利益是什么？修持佛法才得到解脱所以祈祷这个以上呢就是下满难得之引导这引导中。所以这一上呢，我们就是已经圆满了这个下满难得方面的这个课接下来呢就我们下礼拜6就是第二什么2章是吧？第二章是寿命无常的部分然后这个呢，我们就是下面在那个下礼拜6的时候再开始从这里讲。然后以上呢，我们讲到的就是下面难得的部分
好，接下来呢，今天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自本作人着光